喽，阿鲁有干鸟背地下，我阿鲁有个就鸟背，我蛮年年背地嘛去跳。第三季那里了呢？第三季第三宝里呢？好多那有鸡蛋满着锅了，做那茶了，啊，冬天没得那啦，我家有的了，那有我都搞锅了哩，估计三季那了呢，好多了呢，我都搞锅了，那。